这大家平安，去洗车别安心，最近的主日礼拜，去洗车真安心，来领导准备敬拜上帝。方便的话，我们可以讨论这个题目。如果中间如果需要休息的话，也可以随时的就讲到，一同用诗来赞美敬拜。
家里玩家庭，还有主动性经，个别咱的信仰。我是上帝，我的语言，从头一对出来，我是亚洲的好，上帝的家来住，也是大海，对他的路马来，一路流流到南方，也是西海港路，也让你想到我，你。但台湾的阿爸伯特别上勇敢家里，因为你会听，你会有意见。我伫7日的头一日，来到圣殿来敬拜主礼。虽然外口天气真炎热，但是因你的保守，我每一个人放心的，当家来圣殿，来这时来敬拜你，愿上帝你赐我保守我，主连这时就是爱照顾每一个人的心，我会拍开心门，拍开的耳孔，主我来仰望主你，愿上帝你的声音，你的圣灵降伫中间。我每一个人在敬拜的时阵，通专心来看主你的面，无世事的变化，无去想别项的代志，我来听上帝你家己的教示我的声，来上帝观察我。主，阮这时也恳求你看顾今日月当来到主殿里，无论伊是到伫边村的，还是出外，还是出国，还是因为世事，啊，我伫着外的，愿上帝你对边也带撒家己的出恩典，主对面的心情。阮要搁一遍，伫即时来听上帝你的话，用个带长路，求你观察我，我能够得到信仰的必然，我能够知影来行，我所行出来，通活出上帝你的听，因为影响不就第一的人，我的教会能够伫你进步，然后引跟为主，啊，刚好影响着阮的周围的人，我们将今日敬拜放伫你的手中，让上帝你的信心亲自降临在带领。咱伫你面头前，咱来恳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这是咱请办庄，咱讨论上帝。第2摆是较咱大家做伙唱啦吼，这是着就分了做法。
地位，你在你需要，我落西书，我落西书，第一章第9节到14节，咱这着是咱来听上帝话。所以阮甲听，所以阮对听伫的你，替咱祈祷恳求无煞，愿恁伫神灵，甲因的智慧，甲灵通。灵通得到在伊的旨意到满满，17节，互恁所行合一主，凡事互伊欢喜，一逐项好事结果子，国拜上帝哪久哪进步。17节，我照伊荣光的惠咱，又甲因的权能，互恁有权能，以教恁凡事欢喜，分论宽容。我感谢父，因为伊互咱堪比有分。圣道的家，伫光明的所在，13节，伊已经救咱脱离黑暗的关系，来带带咱入伊所行的囝的道，踮伫伊得到赎回，就是咱的罪赦免。就是咱要请蔡长老来咱讲道，伊的爸爸是长进的教会，长进的教会。我们接着好，接听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时刻里面，我们每个人的心写进我们的心。我们在你面前所有的侍奉，都主你悦纳。圣灵降临在我们这里，上帝与我们亲近，主耶稣跟我们所犯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天界平安，平安，上帝家给祝你给表告平安。你来他的名，好。大家刚刚这个摆脱题，好，一个礼拜没见面，好像很久，大家不会好。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很高兴哦，有从美国回来的美国人，跟我举个手吧，我美国人，举个手，网友的猪油盘，好，我们的姐妹，也跟我们一起来，一起敬拜上帝，谢谢你们。对不起，光是头回来的话，如果也用你们要听英语的话，除了我们保险就你要拿来做翻译所以我们其他的，不好意思，我们的那个。现在我们的演讲啊，我们已经准备结束。喂，听到没？喂，没有？喂，好，没有？喂，有了啊？还是没有？还是没有？哦，没有，没有，不管如何，今天突然这个礼拜有跟那个所长啊也在讨论，我突然感觉到我这一生之中。从盐水教会开始，终于教会做第7天的教会，因为大部分这个教会做了生涯以后，那个教师专跟牧师那我就离开，直到当天以后我就走不开了。大家是我看到里面所有的会友，我就知道在哪一个所有的兄弟姐妹或者会友里面，都是让我觉得最亲近、最感动，而侍奉不分大小。每个人在这里的侍奉，所有的家人，所有的事务，那是平跟做上帝，对上到高上孝的人，每个人在这里都是要在上帝的面前，都是上帝所悦纳的。我们是一间摆台戏，那么去古也就干，有一季的时间，比如看哥罗西书总共有10章，跟以弗所书总共有6章，每个礼拜我们会抽出1章出来。也希望这个礼拜我们也重新回顾一下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这样总共有10章。哥罗西，我们知道是长进的教会，那概率都拉来拉进步。那么中央给我们教会是拉来拉进步的教会，中央教会是越来越长进的教会，给我们教会是拉来拉进步的教会，还跟我打名。中央教会是越来越长进的教会，我们真的感觉到我们中央教会。在神的面前里面应该不到清楚，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里面，这就都是事奉。我们所看到的哥罗西教会，那是保罗先生，他给我们看看最上面有没有酒店馆啊？我们在看到那个最上面的时候，在保罗先生当时受到影响，到欧洲去传道，所以当他进入到欧洲的时候，他先设定的教会是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非常有名，保罗先生在那边2年。以弗所教会的会友受到保罗先生本堂训练，以弗所教会其实这个亚细亚、亚细亚州里
有所教会比较没有真济，啊，哎呀，比较到时呢比较真用心的教会，那有一个叫以巴弗，他就觉得说我应该出来传道，他就到哥罗西，到哥罗西的地方，他设立一间教会。那因为哥罗西那个地方啊，是从欧洲各地方的人来，有犹太人呐、有那个新希腊神教的，有很多人来，所以那个地方的宗教的非常的复杂。所以在哥罗西教会里面有很多掺杂很多异宗的异派的宗教。所以我们圣经里面小学有那个小学修法，就告诉我们说，有很多，比如说多神教啊，他们认为说上帝很伟大，天使很伟大，耶稣啊是先知的一个而已。所以他们对真理的信仰不是那么的熟悉。所以慢慢因为希腊哥罗西呢，就是罗马时候他是住个王子，他很受敬的哦，还是关于家是无关于家是。家己做学厝啊，到外口我们刚才中间，伊在咧传统业的时阵，以后我就跟他讲这件事情，他就写封信。保险就有个特色哦，保险这个特色的时阵，伊下推伊也对个人，他会个人的私信，就对你们个人的私信。讲我这个教会问题，比如咱这个教会教练教会内面啊，什么斗争的啦，看你几个罗打架啦，兄弟姐妹有纷争啊，他就为了这个事情特别写一封信。然后还有写一般的书信，就是做一个教会的教导。所以同时他在罗马监狱里面，他写了4封书信，不管是腓立比书，还有我们再来要跟各位分享的哥罗西书，那么以弗所书，这个都是一种监狱的书信。那这之中，同时写的有3封书信，腓利门是教徒里面，腓利门是写给个人的，哥罗西已经是教会因为可是我们把它拿来教会，因为教会就是由会友所组成的，因为他们有一些纷争，他对真理不是那么清楚。还有一间其实不是写给以弗所教会，不是别教会所教会，比如说不是别教会所教会，学校后面教会，你看你用的当前是这样说。所以他有一点这样子，那么这一教会中间，那种反面哦，那他都去年启示录时阵，那种反面讲哇，开始有啊，那个就很红。上去懂我还是在那边啊，要看到7间教会里面，他就是7间，慢慢的就看到有4间教会在他告诉你我现在，好，我们就有这7间教会，这7间教会的中间，我们有看哥罗西书里面有4间教会，有4章，这4章里面第1章告诉我们拿来拿去多，我们越来越长进；第2章告诉我们什么？主的丰盛，我们要生根建造，我们要有感恩的心。第3，叫我们要有复活的心，复活你更来起个话哦，告诉你有更新的心。最后一个是我觉得很好玩的，就是我们就要忠心，我们要不再唤醒我们的中间教会，我们心要全部更新，我们要全部忠心。那基督是什么？是包罗万有的，基督是所谓包罗有的。所以我们教会成长的动力是什么？保罗先生告诉我们，在彼得后，彼得神经给他讲，在彼得后书告诉我们说，就业长进是要在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跟知识上有长进。这个是作为不对，就有时候想一想一生，我今天摆好，今天应该叫我看到从这中呢，我你看我这个问题都干掉，因为我今天拜到拜我是这种，礼拜到礼拜都穿西装，你就是外宾了，就可能当选了很多外宾。我就觉得说，我以前生活比较单纯的，以前生活比较好，以前生活的工作做法官嘛，我做法官，工作做完以后下班就是到教会去。现在反而越来越多的一些杂事，外宾会来啊，你要来接待一下，你要跟他们见个面啊，所以几乎礼拜到礼拜我都穿西装。见外宾，我的好处是我会讲台语，然后反正我翻译这个英文。所以礼拜今天我要出来是穿西装，最近来我说，我自己想说你干嘛穿西装？我不礼拜到礼拜都穿西装，我就把西装带出来，就看到大家都没有穿西装，你老师，而且就是我喜欢的带个西装的西装。再怎么说，那个外形跟公司，现在小朋友店啊，一直去见教会就跟他第一间，主要就是为真大一点。
做礼拜的师傅很高兴嘛，还是说我们在福利机构的师傅都很高兴。最近我觉得好像选举到杂事越来越多，一会儿说你能不能带队到加拿大，因为两国有一些外交的事情，那明年可能就要到澳洲去，还有一些大选完之后可能要到澳洲去拜会一下。那最近有一些外国人要来举办那个国际研讨会，有2场，我是说你就要来参与，来最起码主持1场。我觉得我已经觉得真的想到了，我很喜欢主持那种国际的会议，因为我又不像保天节里面讲英文讲的那么溜，我觉得每次还有他们发起做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我都觉得好烦。那这个真的是在教会里面，真的这是个恩典呢。所以这个恩典让我们跟你们在一起耶，你能不能隔壁讲一下？所以这个恩典让我跟你在一起耶。你看，今天我们这个许妈妈今天还戴睫毛很漂亮，对不对？那个来给我们看一下，漂亮。所以说恩典让我们可以在一起，这是多高兴的一件事情。你我在一起，这是多高兴的一件，这是我们信仰的恩典。现在做礼拜是个恩典。我一直觉得来这礼拜能够跟兄弟姐妹在一起，能够来亲近主，这何等的恩典！我们有时候因为我们教会安逸的时候，就慢慢松懈掉，他不忘记。所以说恩典，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伴奏，你看在敲伴奏，你可以乱敲吗？一个人在敲一个音呢，不断敲我都敲2个音啊，你很轻。为什么？那就同心协力。你说我高兴，我敲我的，一直敲。没有呢，轮到你才敲那个音。可是这么多人敲的音组合起来，就是我们教会，就是一种歌啊，就是很美丽的歌，对不对？至少有长进啊。我们教会让我们觉得最高兴是什么？我们在信仰上我们有差距，我们慢慢让有没有纯正信仰？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是纯正信仰。最近我们家那个小儿子4岁的，我们准备让他骑脚踏车。他就买一辆很小的脚踏车，把那个椅子放最低，因为你们看你们小孩子什么时候可以骑脚踏车？他放最低以后，我们要把它抓着。其实我们小时候练脚踏车东西，骑很抓，想摔2、3次以后都要起来嘛。结果这边听到骑脚踏车帮你戴那个安全帽、护膝，整个人脚都不一样，我就觉得会不会保护的太周全，就够给保证，那就到边来看，现在还不会啦，就是慢慢要学脚踏车。课脚踏车难道我们的比赛都骑快？课脚踏车难是难在哪里呢？骑慢。我们小时候在埔子教会，把你扣住到他们看比赛上骑慢呢，看他叫骑起来，扩散，看谁是最晚到那个终点，掉下去不算哦。摔倒我就不算哦，就不能摔倒。你骑上去之后，要最晚到终点，所以要慢慢在跟着我才能抓飞来飞去。可脚踏车有个特色，脚踏车你要不断的踩，它才会向前。你们小孩子也一样，你们学功课也一样，要不断的学习，才能够得到好的功课。就像我们其中有个姐妹，现在已经考上高雄的，要去当老师，可能也是家里不太喜欢他，要把他赶走。我说无论如何，大家不断的学习呢，不是说闭着眼睛去考就有，不断的学习，不管那多。初中时我在考，我考过4个高考嘛，我考4个高考，我去大到本来引导，我去大时上可能是运动你还去当课走，我去大到也忘记了。可是我每次不断的考一直考，不断的学习，不断读册，考到这个物件，那个圣德论，我大家来，咱不要有迄一年安尼较满意的拢爱直接两差一来咧学我这小可这经过拜咱练习呢，我感觉小可对原来这补水的而且每一节你讲伊，刚才起起脑子，咱们在小学我今天要背他们，我记得我早不会歌都抱起来情感。这是最后的团队，每次都要练习呢。今天他们敲伴奏也要经过练习呢，不是看来以后都随便敲就有声音呢。为什么？那个信仰是不断练习，跟他下。你如果一直向前的话，我们信仰就会进步啊。
念书也一样，你们毕业都在美国念书没有问题，我随便念都会，还是要练习，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看书你才有所成就你看跟美国不一样，在美国的土地那个反正是遍地黄金那个随便喝水就可以把成绩很好，没有美国有时候竞争比我们还激烈，全世界各地方都一样。你说新加坡在几间大学，我们还有170所，台湾是全世界大学密度最高的。新加坡你看，你考上大学都很难印度考上理工大学，那是要放鞭炮就像我们现在考上台大医科一样。为什么？不断练习，不断的练习。我们都要信心是前进的力量，但不要紧，学习是前进方法。你别向后前进你教我要进步，你叫袂使讲我无练习，我都免看圣经，我把圣经就做罢。其实说到圣经有时候我真的很惭愧。我若家头先就逐个咧讲圣经我感觉我就惭愧是安怎？你唔知伊当少年还是去到我伊圣经都背来足快，但是人家甲我讲我你们爱有70，但是你叫我练我这经文第16章第40我就讲袂出来，我敢讲前面但是我讲咧，那伊啊，遐讲2000部在咧圣经我想去伊我无啊，我在这个小朋友我做歹势，我在这个背我说我老年时代更好，没进步。就当你找了叫我做米德利，我说接触米德利学生知道说有这个间接，我还要重新再去翻我如果这个间接我立刻可以写出来，还要重新再去翻，更变化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个各位都一样，不管老的不管小的都会学习学习什么？学习进步这是我们教育很重要，所以保罗先教我们什么？像个标杆直跑，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像个标杆直跑。每个人都一样但他努力向前，而不是说我已经功成名就。这个社会有什么功成名就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是小孩，每个人都是学习，当爸爸也要学习你不要以为说当爸爸很容易，现在当爸爸比以前困难。8月6号父亲节特别讲一个当爸爸的整个的成长过程。当爸爸也很困难要学，当妈妈也很困难要学。你说当妈妈把这么跟妈妈全摆出来，现在小孩子才不理你。就像我们实在是更在抱歉我们有时候礼拜1要赶快回去做什么？因为我们家小猴子只要假日都会过来，现在在我们带我们家那4岁的小猴子，那4岁小猴子什么花样都有，我们2个要去服侍他。所以今天我太太在车上就跟我讲说，她心里觉得有一点忐忑，因为她昨天晚上跟我太太讲说，阿妈，你会记把我叫起来你起来把我叫起来，我3点起床。结果我们就又来做礼拜了，来做礼拜以后，想说到晚上安晚睡就让他睡了。那我太太讲对这个就凉阿妈你都没有叫我给气回你我觉得现在小孩子好像早熟其实我们今天4岁好像什么都不懂。因为你的小孩子会不会跟你吵不会他出去了他会被吵说妈妈你怎么没有叫我？不会还好，因为他都不跟我讲话。因为那个小孩子到现在为止，我跟他平安他都不理我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忘记这个努力向前，而我们学习什么？要敬畏神你知道学习敬畏神比如说我们已经当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会向神求助。上帝，这次我一定要考全班第1名，然后什么都不做，没有我很努力，但是求你让我只是全班第1名。我大的是为了对我太太，我就是很努力跟上帝讲说，我实在是教会院子嘛，可是我一定很努力，我到练习到半夜1、2点。上帝求你让我能够考取，因为如果考不取的话，我岳母说他的女儿不嫁给我，我是当时就跟你认了我还是大学里面就考上人事行政你们认真？我真的很认真。大家说我头脑很好，不是头脑很好而已，我真的很认真。但是我真的头脑那时候也很好，大概记得什么东西都记得住。可是我也认真我太太可以帮我作证但是你说考上司法官，课后8分不容易我跟你讲，我很认真我每天除了在土地上上班以外，我每天念书念到1、2点、2、3点
第二天还是去上班呢，回来就是念书哎。但是我不否认礼拜六、礼拜天你们看不到我都在教会，但相对的，要认真的，要努力。我最喜欢学习什么？要上帝当时在西乃山就跟摩西讲说：“你怎么这些老百姓来，告诉他们，告诉这两边人什么？你们要学习敬畏我啊，要学习敬畏上帝耶。有时候想说上帝也很好玩，上帝做方便点哦，做便。美国人你们听得懂做便吗？听不懂嘛，对不对？还有你做便听不懂，以后你问你妈妈好了，做便你妈妈听得懂吗？一点点，就是小时候很喜欢做怪，所以上帝也是一个很会做怪的人。为什么？从埃及到迦南地，用现在的 Google 地图去开车，你知道多久吗？7个小时就到了呢。他为什么40年？如果想一想，上帝很好玩，那个7个小时就到了。你要给我40年，我现在用 Google 开车这样过去，7个小时就到了。纵然没有 Google 用走路的，也不必吧。走路说顶多给你走1个礼拜、2个礼拜就会到，可是上帝给他才40年做什么？做一种磨练。所以上帝叫他说：“来，这个以色列人来，你要学习敬畏我，这样我就可以教导他们。”所以，请你们记住一件事情：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到70岁，我非常的体会，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现在大概接触的层面，好像是习近平我接触不到，大概大陆里面最高层我都接触得到。可是我一再跟他们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没有一个人多行，赖清德先生要竞选副总统，他不是基督教徒，你看他就丢了，终于丢了。没开始做我见到啊，那个老吴总统没有他就终于丢了，没有错。可是他就是很希望我们帮他好好，这帮他好好就很美。敬畏上帝是我们最起码就要智慧的开端。我不管你事业做得多大，你的名声多高，你的地位多高，在上帝的面前什么都不是。你除了敬畏，没有对举法。敬畏上帝，上帝是要教导你的行为呀。所以你们2个从美国来的那个我们的小朋友，我还是要一再告诉你们：今天你什么都没有听到没关系，但是你要知道一句话，你要敬畏耶和华，你要敬畏上帝。在一路上的一辈子的路程，上帝就会带领你走。要坚信，这辈子的路程，上帝会带领你走。而且你们做的，你这个辈子，你这辈子会觉得恩典满满在你身上，爱浇灌在你们的身上。你来给你这世人的兄弟传你行，你的家庭，你所有的，你这个经济问题，没有一个人不会遇到事情。可是之后你会发觉到，上帝是你的恩典的所在，上帝会带着你走，上帝会教导你走，上帝是你的恩典的所在。而且我们的恩典，就像我们的恩赐要什么？彼此服侍。今天我还问我们阿秀，因为他当婆婆了嘛，快当婆婆了，当妈妈叫阿秀。我问他会不会弹琴呢？他说他会。像等一下要当那个作为我们的那个神就小。他的恩典还是要侍奉上帝。当然他有在教训等等的，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错的。可是你大家就是侍奉上帝，是最高兴、最光荣的一件事情哎。而且我经常讲的，不管是竹签上面的竹签老师，还是那边算账的这个会计出纳，都值得我非常的尊敬。我觉得我在这个教里面做的最少。每个人都是我的榜样，每个人都是我尊敬的对象，每个人都是我应该服侍的对象。那我们的恩典要什么？彼此服侍。所以哥罗西书告诉我们，对，叫什么？愿你们从容的全人中得力，在一切事上什么？力上加力。更要相信，你们一定会力上加力。我你们要传出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你们一定会力上加力。你会得到说你们得到的成就，还有先入为人要对得起主啊。我们有时候礼拜天来，大概1般东西，礼拜天来哈，大概1般
无是哎呦平安咯，哎呦平安咯，啊，出去到位目口，毋就开始摸鸡。好啊，无尤其是囡仔，阮老母家高端啊，很奇怪。我到后面这个事情，我们家那两只小猴子哦，一起玩，好可爱啊！可他们玩大概5分钟而已，第6分钟就吵架，不奇怪呢。小孩子好像没有吵架，不像小孩那样，可是吵架很可爱的。后来怎么说？我们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啊，所以我们过去告诉我们什么？行事对得起主，这样才有最蒙他的喜悦，在一些善事啊，要什么？要结果子啊！我们上门徒训练，就是要结果子啊。门徒训练最重要是结果子，门徒训练我们一推进啊。今天我快点来我们的那个桌游班的，我们有一个那个小姐跟我们一起来，对我来讲，心里我是觉得她是最重要的客人。你不觉得是最重要的客人吗？阿妹呢？她那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客人，我们的贵宾呢。那之后以后就是我们兄弟姐妹。我们不会强迫你的信仰，可是你来就是我们最高兴的一件事情。这是要记住一件事，就像你们从美国人回来，你从美国回来就是我们最高兴的事情。有些回来看阿公，这阿公非常想你们，你不要看他不想你，他的嘴巴嘛，你就说啊，没关系啦，你们忙就忙你们的啦，都不要来看我。但是嘴巴乱讲，他心里好喜，他不会讲，他是心里很想。尤其在医院的手术的时候，其实好想你。每一个人要行事为人，记得怎么样？哎，真的很紧绷啊，才会有长进。就像我们两个虽然老归老啊，我们的小猴子只要听到小孩子要来嘛，我们一直摸，你要赶快回去照顾他们。你照顾小孩子变成我们一个很关键的事情。你们给他讲哦，啊，老汉你们叫我孙啊，脾气哦，叫孙啊，对不起的，也是一种光荣呢。我跟你讲，人家事情有一天你就会体会到啊。哎，你不要看着我啊，你就看旁边的人啊，跟你讲说有一天啊，你就会体会到告诉到我，我好有人在哦。所以上帝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我们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只要你服从他的话，否则你看进入迦南地的人怎么才60万人的兵，60万人多的兵而已。也就是说，只要20岁以下的，在埃及20岁以上的几乎都没办法进入迦南地，除了加勒跟耶稣的后代。然后呢，就在那个在迦南，在那个西乃沙漠中出生的这些能够进入，还有利未人能够进入到迦南地，为什么？要他们顺服啊，要他们随顺服，所以得了救赎得以赦免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叫救赎，就得到永生呢。所以这永生，阿得长生不老啊，永生比长生不老哦。他们讲这种长生不老是最可怕的事情。看啊，都怕歹家人哦，把你气切哦，啊，都无当哦，那真是折磨呢。我常常啊，我头先从我家己听爱神啊，讲爸爸那个念啊啦，讲拜托你哦，麻烦你上来啦，要叫我去弄，千万莫甲我气切啊，该走就走。基督徒哦，那该走就走，我唔能够再甲我气切，我做他无当。所以永生不是长生不老，永远永续叫做永生。永生就是讲咱的生命中咱就上个生到个地步，不管你是在世还是以后的上帝家，永远我们叫做永生。你看这小姑娘哦，我哋等老丁年哦，你看这个姑娘啊，少年哦，这上帝面前你家己囡仔尔，1000年到2000年啊，当你落地位，你落地位。看到你了，你看到你了，不一定啊。我哪怕去到后山的，你还早了。所以相对永生就是让我们每个人生命充满着希望，不管在世，不管在天上，都是上帝最美丽的一件事情。我们罪得赦免啊，我们可以脱离律法的诅咒。这是多美丽的事情！说亚当夏娃给我们的这些诅咒，我们要脱离耶。我们可以得到儿女的名分，因为主要是为我们受死之后，我们跟上帝复活，加上帝各话，加上帝各合，那叫做出阿爸父神是多美丽的事情啊！我们可以住在圣灵里，他圣灵可以指导着我们。你若无了解，你既然就讲你有哪天放假到行时阵，你静下来记得现实的运转，你也享受天人的滋味。
家人带我到的时阵，开始先去小组，有一边去新楼一个医生的中间，伊也咧小组，一个叫做李信仪。李信仪是正常看到迄个最右边那个李信仪，两条才较比较重要。爱去做法做咧，大家对新歌拢最爱唱这个耶和华祝福我。但是讲，迄个医生我甲阮讲，蔡丁了，你敢不要再上课？我讲我站得不全啊，我就站不出当个成千年。我连信你做的啦，信你才背个。你还做提醒，我就是要去中间教会，我就是讲教会，我包括地区教会、中间教会啊。他是中间教会吼，你中间教会是说，你讲这里把靠，这里靠这个，都是田地，地里先背起来。你讲我想到这水的物件，我应该是介绍，我那时候应该你去咧摸摸你个心情吧。因三个拢是咱加大音乐系的硕士班，三个三个都是万美男。有之前加一个李信仪，第三个咱来做一个赞美之曲，说咱们台湾变唱，还是来讲几个人，还有个来台湾教好咯，去新老北教好咯，讲来甲我听讲讲，以后我出我摸摸，伊安歌词了，起来用自己讲，真正讲哇，这首歌就水，我来甲谱曲，我说要我从我去听，依靠而后。在美之前看题嘛，看就可以题，公平看就可以题，因为那个上面销售量很大，但是他们就怕说因为钱会让人跌倒，所以他们每一分钱都放在基金，他们固定领一个很回报薪水，说怎么做？这是让我们觉得很不可思议的，可以赚很多钱的，他们居然固定每个人领回报薪水，虽然越来越大，他们只有交钱给大概帮你翻译，可他们的钱全部在基金，到时候有一天我们走了。这些钱都是基金的，一代传一代。我们只有领固定薪水，他们也不自残，也不特别做什么，反正是全部都是基金。所以这是耶和华祝妈妈耶和华可能在你之前到现在讲话这样投资基金，每一次的点阅率都是500-600人以上。有没有赚钱？有赚钱，全部赚基金，这是一个很美的。可是我在看刘志杰，你们自己看刘志杰，中间那个叫刘志杰。他在你之前里面现在已经当牧师了。我们身边有牧师，他又出来献身了。他的爸爸本来很希望他当音乐博士，他的音乐非常的有道，非常的敏感，非常的好。可是他说他要传道，所以他就当牧师，再用音乐来侍奉。你自己看这个人的脸，自己看一下，我再给你看一个人的脸，像不像？像哦。这人是谁呢？来自的米娜，戴尔娜。为什么特别提他呢？他来到晋州，他在恒春基督教医院的时候，那时候恒春基督教医院非常的贫穷，院长叫蔡茂堂，和平教会的牧师。蔡茂堂那时候当医生，他说我们要去募款，蔡茂堂自己开车就带着他们，他在那边当会计，两个就这样全国这样跑，全省这样跑。每天都跑好几个教会，开牧师好累，每天好累，开车车祸，戴维纳死掉，戴维纳死掉，好难过，为了募款，戴维纳死掉，蔡茂堂就被过失致死起诉，就到法庭，没到法庭，我到我们那个酒都一样说一样，只要过失致死起诉，一定会找被害人来。被害人的家属不是被害人，被害人家属，然后找被告来，被告全部都证人，是我疏忽，我不对。我那天我已经跑4个教会，从山上都跑下来，到晚上已经半夜凌晨2、3点了才被判落。我说好累，给我打瞌睡，谁给我打瞌睡？撞了车，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我不看一个人完全承认错，就被人家属戴宗德牧师。被用电牧师，盐城教会的牧师，对那个牧师去了，我跟你拜托几，我跟你拜托，蔡院长，农村医院的基督教院的蔡院长，是为了募款，为了上帝的事工，他在做这件事情，他不是故意的，而且他做这个事情，我们非常的感动，拜托你，宝贝，千万
不要判他的罪。我当我发展这么久，很少说被害人来一直求我爸，不要判他的罪，不要判他的罪，真的不要判他的罪，拜托了，拜托。所以我们牧师也没掉下来，别个人在那边想法，我说拜托，不要判他的罪。我说这个怎么办罪呢？就把他轻轻的判牢缓刑。那老的牧师就认带动的牧师做爸爸，说没关系，戴维娜走了，我们2个来照顾你。之后他觉得说，恒春院盖完了，虽然恒春院就要盖，这个是蔡茂堂牧师，和平教会的牧师退休的，然后这是带动的牧师90岁的纪念，盖完了以后就盖一个恒春纪念大楼，盖完以后他把它写作戴维娜的一个纪念大楼。我为了募款，2个人奔波，每天跑好几个地方，跑到晚上再回来，自己开车都没有人呐、自己当司机，自己开车。蔡牧师说：“恒春院盖完了，我要去美国念书，念神学院。他念到神学博士，之后回来在和平教会当牧师。你知道更好玩的事情吗？你知道蔡牧师现在哪里？东石教会。你知道苏丹姐要去哪里？东石教会。他已经退休了。他们去到东石教会那个地方哦，你会觉得很好玩的地方，因为又贫穷又没有人，结果他们去那个地方去东石教会，在那边他们要将所有的心献给上帝跟主。天啊天父，我们希望我们是个长进的教会，让我们知道在主你的面前，我们越顺服，我们越成长。那我成长的过程都有主你的陪伴，让我们敬畏主耶和华，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让我知道，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里面，主你都跟我们同在。我们靠你，凡事依靠，凡事交托，我们就会得到满满的恩典跟爱。我们祷告，我们耶稣的名求。
万岁啊！所举大运会，起地上帝正格，你就圣贤的上头，时时就见，特时特见，可能三角比格，保守咱对即时报应世代无节。相对，这是用淡薄时间来报告。咱这边吼，就欢迎昌文吼，社区了做一班的，伫咧中班吼，再一下来吼，来拍头啊吼。顺境过去嘛，都来出来参加子女节吼，给老师，老妈经过过吼，咱真满意的参加，咱就在聊聊。都在联络，爱在什么引导指引的哈，咱这都在关心。再来，咱先欢迎老高小英哈，带领队哈、宝贝哈，他们都回来哈。再看看，那也都来看一下。不啊，发给我看嘛，其实也给我真下来，你了解讲，刚才32要回来，刚考32来，真个人下来了，咱大家很高兴哈。来，咱表单呢，你做自行的蛋糕请几份先，大家来看回给哈，这张领导咱来看。先领导，咱讲小组哈，咱这个搞小组，咱特别注意哈，咱今日无去饭店哈，咱讲有请迄个李依婷哈，这个分享的一个剪辑哈，他是生意的一个制作家哈，很难得哈，那来教我们操作手机。要手机人都可以来玩一玩哈，玩手机了哈。这不是只有少年人的权利和青年人，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来了解这个，来使用我们的手机哈。都在那边来看，会给报道嘛，像那边来看。这样不但今天版就会特别按在报道哈。当然，这把今年都咱因为100版哈，但是呢，这把我看不要危险，咱来因为以前哦。这个讲东京嘛，就到300几万，虽然这个目前一建就到降300几万嘛，一到有可能就讲，咱继续在人唔了后，咱就变成可能开始挂表啊，是讲咱来这种来进行吼，是讲要从电梯吼，这拢爱要费用，且咱继续关心吼，今年到位这个地方，这个建设这方面，而且咱继续来关心，其他咱自己来看吼，之前咱要请叶老师嘛，也丢了，讲因为这摆时间了，比较多人多，伊个情形嘛，请也丢到来，比较说明一个，过来做一讨论嘛。起来了就别干，咱过来要大概讲迄个哥林多前书了吼，哥林多迄个教会吼，是希腊迄个所在，起码叫做哥林斯啦吼，哥林斯。教会是罗马帝国第4大的一个城市啦。罗马帝国4个大都市其中一个，伊人口差不多偌济人诶，自由人差不多20多万，奴隶40万。迄个大部分拢奴隶啊吼，自由人内底罗马公民比较少，所以保罗是罗马公民嘛，所以伫迄个所在吼，往掠去关啊，关了要放出来是，伊讲伊是罗马公民。迄个典狱长惊一条啦，讲你是罗马公民，吼，伊讲叫伊走倒啦，吼，叫伊走倒，伊讲我是罗马公民，迄个惊一条，咱就知影讲迄个，迄个罗马公民的侵占人口其实真少啦。迄个哥林多吼，迄个教会是保罗是马其顿的呼声，因为这个拄好是这边退去到迄个希腊迄边，去到对菲律亚。铁萨罗尼迦，落到雅典，都到迄个哥林多，菲律宾用掠去关嘛。伫铁萨罗尼迦了，把人赶，把人赶，菲律宾他用掠去关，过来人赶，
到迄个比如到比亚迪的时，赶快拢受到人家的欺负来看。但是到哥林多的时候，哥林多遐人无来看，遐人无来看，所以伫遐有超1年半的时间，伫遐建立一个教会。建立一个教会后来离开了，到以弗所。咱知影哥林多的对岸对岸就是以弗所，以弗所是罗马帝国的第3大城市，第2大城市是亚历山大。所以阿波罗是对亚历山大来，第1大是罗马城。咱知影这是波罗拢经过的所在。再来咱看到，如果迄个哥林多伊伫遐1年半建立这个教会其实这个教会我唔敢相信你讲，伊这个教会唔是咱正常的教会迄个教会较成熟的恩教会，就是差不多拢最底层的教会，所以迄个教会真袂问题，有啥问题？有人讲伊是属阿波罗，有人讲伊是属波罗，有人属彼得，有人讲是属基督，分门别类。什么人改写咧？就讲伊是属什么人，所以波罗他会讲大家拢属基督啦，无人替咱死，只有耶稣基督替咱死。所以这个问题，过来什么问题呢？过来就是迄个淫乱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啦。婚姻的问题，有人讲传伊个继母啦，伊后母啦，讲传伊后母。这其实咱若伫其他足底层迄个社会内底，就有可能发生这样，因为可能他的继母年纪其实跟他差不多。所以产生这个问题，过来就是迄个食的问题啦。因为迄阵有收爱餐嘛，爱餐的时候，有一个人提去，先食，哎呀无钱，给他看，所以波罗来骂这样不行的。再来所剩餐的时候也产生问题。修圣餐的时候，咱知影因个修圣餐是咱食一杯是一个大的杯子安尼轮流安尼啉啦。到即摆天主教也无安尼轮流安尼啉。结果咧，爱啉酒的靠规个啉了啉到3次，啉到足注意啦，所以波罗嘛会骂啦，所以很多这些问题啦。所以波罗咱读的时，咱读迄个《非洲前书》的时，就知影讲这个问题。强调的建立是就是爱爱神爱人，所以到哥林多后书的时，要爱的真谛就出来其实安尼咱差不多。大家咱一张谈的时，我们就知道这个问题，还有那个教会的秩序再来到上尾的是就讲到复活的问题。复活有人讲国外的新妇是安怎？国外新妇所以伊伫迄个哥罗西书了过啦到这个哥林多啦，听人讲国外是安怎？叫啥物事啦？国外的新妇是安怎？听人讲就是这个，咱到一张谈即摆咱到3个礼拜读到第4章了，在第5章以后再读下去的时候，就会更了解谢谢各位经过这样的听到咱的经过分析，大家的看法所以咱介绍或是在介绍，仔细来参考更多第1到4章就是咱们在看会相到。
嗯。
安条只，安条啊，过来去到第二街啦，第二街。第二街哦，那是一个县，哦，名，叫做第二街。啊，伊咧去到这路途边去学念，过来到田螺啊，然后到田螺迄时头迄个，你去到遐个迄上面迄马其顿的医生嘛，马其顿都是很到迄个。迄个菲律宾啊，菲律宾啊，到菲律宾啦吼，菲律宾伫遐动票，因为伊遐传的是有人反对嘛吼，有人反对，甲伊讲有扰乱，这把我讲，现在是讲扰乱，因为伊就是讲要传迄个天国，伊个罗马的人讲，去成立一个国家。
因为迄阵是咧革命，你咧革命的人无法度讲哦，我等于情况啊，靠完我要来，你厝的人用不了。所以咱是咧革命啊，咱是天国革命，哦，天国的革命，所以来讲哦，咱是讲哎，那你假说讲起咱是讲无合人情的迄个，其实就是咱是咧革命啊。太个定的。我，你嘛点地看快点。伊去到位置啊，就是有人讲讲，你是来教会造成混乱。因为大家就是讲去试了说，你是咧成立一个国家嘛，那是安尼事，所以造成混乱的太厉害。test test test 喂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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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st
test，喂，test，越来越有自己。到了另外一个境界。
造成是稳的，还是所有的插座？我现在发现好的状况，现在把它关掉，就是我们的这个也会收音。对，这有收音吗？我不能，这收音的话会产生 echo， 所以说我之前是把这个关掉。关掉。哦。所有声音的话，全部透过麦克风去收。有线的收。对，它刚才的状况就是，我们麦克风的收音跟这边的收音杂连，这边收音容易冲掉。对，你看，我现在到目前这边还有收音哦。嗯。我现在把所有收音机全部拔掉，结果只有这一支有收，还有在收音。所以我想把它关掉，我记得上次已经关掉了。它怎么那么慢？对，它会 delay 的。不，delay 太好几秒不会，这正常，对。对。最少3-4秒。对。这样会不会就是说影像跟那个对不起来？因为音比较快，影像比较慢。但它影像的话都同步的，都一起慢。一起慢。哦。这样可能这个又被打开了。对啊，被打开了。找不到。没有看。
咱家过来就是，这里很潮湿，久一寡只接线啊，一寡只线是不是也接触不良？不说还好，我现在发觉我把它关动掉以后，这样就 OK 了。立功这类关掉以后就没有那种杂讯。对啊。因为之前的话，为什么我把这个关掉？因为之前的话，立功可以拉法，拉法也有干扰。拉法出来的时候，你也会修拉法的时候，所以讲是爱带个耳机啊，人监听，监听的 YouTube 看。它会不会说太多镜头都变成有收音？对啊，就是因为他说很多镜头全部它都有收音，不收音了。这个就是干扰，这款的干扰。
如果把无线的都拆掉，那个没有关系。会不会？因为几乎是譬如讲哪能有木瓜，不会影响到。对对对。这音讯已经怎么说潮湿啊？因为因为它每个麦克风都会收音，收音以后它会全部送到这个播放软体上面。那播放软体进去以后，它会包含就是说刚才这边出来的声音也会收到里面看得到，对啊，会杂讯出来，会有 echo 杂讯出来。他刚才整合那个有一点问题，我们有一点感觉。他拿那个消防掉，但是关掉没有用啊，我们要把它关掉啊。我用换一个，譬如讲没有收音的，没有，比较低阶的，目前的那个这种 USB 的视讯的上东西都有收音，都有收音，没有收音的没有。所以之前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在那个 COVID-19 的时候，那时候你们都没有，我们叫做这个蔡长在这边做教会的直播的，但是有这种现象。那时候我就把 USB 的收音全部关掉，就它只要影像就好，不要声音。都打开了，这无人会相信对，应该是有时候是那个软体更新的时候，他会把那个重新再跟他立马更新回来。因为之前可能更新的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到这种现象，因为我刚才把那个声音，我早上的时候把这边出来插进去的声音拔掉，它还是有声音，奇怪为什么它还有声音？所以刚才我来去，你看我先把那个 USB 拔掉，我只插哪一个？插这一个。你看我把它拔掉以后。又来了。因为我那时候举办这个时候，大家听到都是有声音，就是它声音，这声音，它这声音反而去把正常麦克风声整个盖掉，所以他看到，而且很多USB，它都收到了，也在调这个，因为这东西我们没有办法调整，那只能靠软体，对，这个软体要把它关掉。它如果用那种电子接点喷剂，这个没有关系，因为现在不是接点的问题，也不是接，因为它把声音收进去，我现在不想让把声音收进去，不要这个声音，所以不要那个声音进来，不是接点的问题，现在完全都跟接点没有关系。我想讲以为是音源的接点，潮湿啊，就是这样。
哪一个